张景贵教授《天龙八部》8领导人的成功心法清凉音网页链接。另有张景贵教授幽默口才成功学，解决家庭问题，谈道德，谈孝道，谈 EQ 与情绪管理，谈企业成功之道。内容很丰富，谈情说爱，真厉害呀！这教授又是大老板，又是慈善善心人士。